来，因为这个基泰建设施工不良，害大直街人家厝起起车落，这敢是常常突然间发生的咧。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来压料，讲这个基泰建设公司交予都发局的监测报告，老早伫7月26就显示讲，部分的监测仪器已经超出到警戒值咯。台北市政府是讲，这个报告昨才收到，为这个数值来看，有影已经有灾害咯。若是查出来，当时基泰无马上来处理，一定会送法办，相当会吊销执照。请接我跟陈怡君议员这一招，就是告你。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甲陈怡君去台北地检署告基泰负责人陈世明杀人未遂。监管处说，基泰他有取得基泰的一份监测报告，更加印证了我在说基泰建设他们杀人未遂。愈讲愈生气，提出监测资料，工地标示地面含雷所在有58.5米呢，结果含雷所在有27.7米呢，拢超过安全带的正负20米呢。毋那这尔，测量结果有起气的仪器，竟然测出590秒，超过警戒值。报告书警告提出，这个日子是7月26，这是代志发生前44天的监测资料。而且有写讲，部分监测仪器已经超出警戒值，本公司将加强注意后续的变化。在呈现44天前基泰现在唯一敢交出一天的观测值，都超过警戒值，超过行动值。昨天，都发局已经正式收到，但是只有8月和9月份，我们认为不够。所以会再次要求基泰建设提供所有观测资料，而且严格检视。蒋万安证实讲，基泰建设到车站才提出监测资料。副市长李树川看了表示讲，这数字已经显示有灾害部分，若是当时无随处理，市政府一定依法纠办，包括建筑师、专业的技师，有可能拢必须爱被吊牌处分。今天开始，台北市政府就会和4大工会就台北市全市施工工地进行清查，也要求务必针对184个工地进行全面清查，尤其是基泰建设和福益营造的工地。大直工地严重以外，嘛互外界对基泰是完全无信心。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